那你注意安全啊，拜拜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别管。峰峰，峰峰姐，你没事吧？不是说让你注意安全了吗？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峰峰，你没事，峰峰，来，峰峰，快走，走。芬妮，快先把车开过来。哦，没事吧？啊？那不是大明星芬妮吗？你现在做小峰峰，果然是我们的原因，就是不要脸。走吧，佳妮姐，走。峰峰，来。李欢，峰峰，靠着我，靠着我，你就不冷了。别管我，我不需要你来看我笑话。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的样子特别可笑？我是不是就是一个笑话？刚才推你的是不是林佳妮？李欢，我的事情以后不需要你管，我不需要你对我好，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。林佳妮对你这样，叶家他知不知道？叶家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就是想占有你的身体，他怎么能让你受这样的委屈啊？你死心塌地的对他，他怎么能这样？混蛋！没事啊，有我在。来，师傅。来。你放我下来！你放我下来啊！李欢，你放我下来吧，快点儿！给我。这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的第一个家。你曾经说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我就把它买下来了。
你看我还美吗？不是说没了发型就没了爱情吗？你在我心目中，永远永远都是最美的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跟个落难的丑小鸭似的。快去洗个澡吧。我现在这样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还以为别人会对你有什么想法呀？你想多了。你看你现在成什么样了？你个怪！对呀，我是一只千年妖。我累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。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是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。用痴心等待，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好看吗？哇，你是不是想迷死个人啊？来，喝点酒吧。哎，还是你最了解我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天天在追你的小说看，我可是你的头号粉丝。我还给你评论，还给你留言了。芳芳，其实你没必要那么辛苦。不辛苦啊，现在叶家赚钱养着我呢。要是家业养着你，那你干嘛还要在外面拼命的写小说赚钱？要不然我干嘛呀？总不能整天无所事事的当个米虫吧？然后变成一个头发长、见识短的黄脸婆。你呀，已经成为小富婆了。那我得写多少小说啊？哎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你的梦想是中500万彩票，然后你说你有钱了之后马上换房子，因为你很讨厌搬来搬去的。我当时就跟你发誓说，我说我一定会给你买一栋房子，里面有大大的写字台、大大的书柜，还有漂亮的花园。我还跟你说，我要成为世界富豪，世界第一富豪。你总是说不切实际。其实啊，在我的字典里面，根本就没有不切实际这个词。
这是200万，全是你的，你随意的挥霍。哇，这么多钱，你发财了！好香啊！哇哇！我的钱，我的钱啊！有钱把我摆死吧！你忘了吗？我炒股的原始积累是我们2个人一起攒的，所以以后我的财产有一半全都是你的。不行，我不能总要你的钱。就算是原始投资，我也早就收回成本了。这些钱都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，我不能坐享其成。你那么多钱，你在家放着多不安全啊！那这样吧，我明天给你存到银行里面去，好不好？太晚了，我该回去了。那我送你回去。来，走。你要是觉得很累、很疲惫的话，你就跟叶家分手吧。没有谁能够忍受一辈子受委屈，而且你们2个人性格不合，我不希望你有一丝的难过。你让我跟叶家分手？他们还不知道会想出什么办法来整你呢。看看芬妮你就知道了。叶家不会动摇的。现在不会，以后呢？叶家说过，他心里最重要的人，就只有我一个。当感情趋于平淡的时候，是你重要，还是他母亲重要，还是他的家族利益更重要？他是不会为你放弃整个家族利益的。他一定能做到。即使做到一时，他能做到一辈子吗？峰峰，叶家他不适合你。如果你用自己的痛苦跟隐忍去维持那段感情，你能撑多久啊？李欢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你说什么？叶家不喜欢我们见面，我不需要一个知心大哥，更不需要一个蓝颜知己。芬妮那样的好女人才是你的归宿。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。我们本来连朋友都不该做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够过得更好。不用了，你已经给了我200万，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你以后再也不欠我的了。峰峰，怎么了？觉得200万花得很不划算吗？要不要我陪你去睡一晚啊？
还没睡呢。李欢送你回来的。我恰巧碰到他的。你生气了，叶佳。小风，我回来之后，发现你不在家，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我很担心你，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。我手机没电了。小风啊，以后你还是少跟李欢来往吧。我是不是很霸道？我明知道李欢不是我的对手，还老防着他。其实，李欢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挺可怜的。你说他自己孤苦伶仃的，要不这样吧，以后你再和他见面的时候，别回来太晚了，让我担心。啊，当然，小风，越少见面越好，好不好？是我不对，我以后乖乖待在家里，不到处乱跑了。小风真乖。小风，我妈说，这个季节我这里景致好，想过来看看。正好是周末，顺便想带着珊珊和佳妮一起来咱们这儿住2天。如果我说我不欢迎林佳妮呢？佳妮，佳妮是个挺善良的孩子呀，而且她对你很有好感。对，她善良，她最好。你们才是门当户对，我算什么？什么都不是。小风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告诉我好吗？今天在广场上，我看到了林佳妮和珊珊。珊珊故意把我推到了喷泉池里，我被人骂作是无耻的第三者。那你有没有伤着？这个珊珊，怎么对你这么粗暴？小风，你别生气，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我这个任性的妹妹。李欢，来，哎，慢点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陪
李欢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你陪陪我，我知道你不会抛弃我，不会扔下我不管的。芳芳，不要走。小芳，喝水。谢谢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走吧。你一个人在家小心点啊。知道了。好，你开车要小心一点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快回去吧。早点回来。拜拜。芳芳，啊，等一下啊，李欢。昨晚是你送回来的啊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干嘛这么客气啊？啊，对了，你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好。不错。喜欢就好。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酒吧老板找你手机，说就冯冯一个号，所以打过去以后，他说他有事儿，就让我过来接你回家。这样啊。李欢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问吧。你为什么手机里就冯冯一个人的号啊？我老记不住他的号码，所以就存到手机里了。你这个理由也太蹩脚了吧？现在小峰和叶家很相爱，但是你说他们叶氏家族会答应这门婚事吗？叶家喜欢芳芳，喜欢芳芳，他不会被他父母左右的。像他们这种豪门子弟啊，我就觉得没有一个靠谱的。这个叶家还真是算个稀有动物了。而且小峰跟我说他过一阵儿写完那本小说，就和叶家结婚。他们要结婚了啊，其实算一算时间也挺快的，我该给他们准备一份礼物。家里有人吗？开一下门，我们是警察。
有人没有？开一下门。你就是李欢吧？你涉嫌一桩重大经济案件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协助调查。李欢，你能谈谈你的心路历程吗？李欢，你能谈谈你的心路历程吗？叶先生啊，刚才我看了电视，这李欢被抓，你是怎么看的？当局查出了他近2年所有的活动记录，掌握了他所有的行踪。奇怪的是，查不到他2年之前的任何记录。这李欢不是说过他是个孤儿吗？小时候还吃了不少苦呢。孤儿？李欢的思维特别敏捷，知识异常渊博。除了上次打架，再也找不到任何不良记录。你还会认为他只是一个孤儿吗？芬妮，来了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李欢为什么被抓呀？警方说他涉嫌经济案件。叶波，你赶紧救救李欢，他出事儿了。我一听我大哥出事了，我急的是满嘴冒泡。怎么回事啊？是因为炒股的事儿。炒股怎么可能被抓呀？又不违法。我大哥炒股赚翻了，他入股的时候还不到100万块钱，这不到1年的时间赚了9位数，有关部门能不注意吗？我听说李欢当时买了500多次的股票和期货，而且每股全都是涨。人家警方觉得根本就不可能简单的靠运气来解释这件事，肯定是内部消息，肯定里边有事儿啊。李欢在这世上能认识多少人啊？怎么可能有内部消息呢？这正是警方担心的问题啊！他们发现他所有的身份和背景全都是伪造的。那个身份背景是伪造的，反正身份证是我伪造的，不过他什么身份背景我也不清楚啊。1000多年前的人肯定没什么身份背景啊！什么什么1000年前啊？哎呀，这个贱男人，你说他赚那么多钱干嘛呀？哎呀，你们别看我呀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来了！芬妮小姐，你和股神李欢什么关系啊？芬妮小姐，你和股神怎么认识的？不好意思，你不是曾经和他成双入对，出入各大场合吗？怎么会不认识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什么李欢。芬妮小姐，我跟他没有什么私交。你对股神李欢被捕有什么感想？抱歉，这些我无法评价，谢谢。这不是叶家4少爷吗？叶波不是和芬妮分手了吗？难道是假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走开！芬妮，你左边是高富帅叶波，右边是股神李欢，请问你最后会选择哪一个呢？那个，我个人情感问题暂时放到一边，我希望大家能关注我的事业，谢谢，谢谢。芬妮小姐还要去拍广告呢，大家让一让。来让一让。芬妮小姐，让一让。芬妮小姐等一下，芬妮小姐回答一下吧。先别走啊，芬妮小姐。对不起，大家让一让。不好意思，别拍了啊！那怎么走了呀？哎，等等！小峰，刚刚我跟记者那样回答，你不会看不起我吧？芬妮，你想的太多了，我理解你。你刚刚复出，那些记者就喜欢捕风捉影，你要被他们抓到把柄，前途就毁了。而且就算你说了什么，对李欢也是没有帮助啊，何苦白白牺牲呢？小峰，谢谢你能理解我，真的。哎呀，李欢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看样子全世界的记者都要出动了。听说他被关在一个宾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难为他，不知道怎么才能见他一面。哎，峰峰，要不然你以家属的身份去，看能不能见到李欢呢？一般人被关押都是要通知家属的，可他已经出事半个月了，也没有人来通知我，我肯定不能以家属的身份去啊。也是，说不定他们已经认为李欢没有家属了。李欢没有告诉任何人
他就是不想连累别人。不行，我得给他请个律师。冯小姐，这边。哦，牛组长，李欢会有事吗？李欢还没有定罪，把李欢带出来。好。他这个案子啊，还到不了定罪那个地步。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啊，那你们先聊。李欢，你怎么样了？峰峰，每次落难的时候，都是你来看我。谢谢你。你别太担心，我和芬妮、叶波已经替你找好了律师。你要相信我，我是无罪的。我相信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李欢。你没受欺负吧？有没有受苦啊？我受苦？我每天在这里过得可好了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环境也好，每天过得跟皇帝似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那么调皮？你当时来度假的呀？我又没定罪判刑，根本就不算坐牢。再说了，我跟他们说啊，我亲自给他们操盘，验证我股神的奇迹。结果怎么样啊？结果，哟，这不是叶博士吗？怎么有时间找我喝咖啡啊？你少在这挖苦我，我来找你是有事情的。我没听错吧？叶博士找我有事儿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给李欢找了一个律师？你把人家媳妇儿抢了，还想把人家送进去啊？叶波，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。我来这不是跟你吵架的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看看李欢这个事情，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？哼！哎呀，我说今儿刮的这是什么风啊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你关心起你的情敌了？我大哥最近真挺背的，看你能怎么帮他了？他们给我准备了一台电脑，我就选了20多只股票，个个看涨，所以结果可想而知。被他们传的说这里关押着一个真正的股神。切，看你那样，到哪里都能混得开啊！我就不该关心你。不过有件事情我挺担心的啊。他们在调查我的身世啊。调查我这个孤儿真的很不容易。一些老人死的死，离开的离开，谁会在意一个孤儿？如果他们不肯放你出来怎么办啊？听说取保候审需要押金，我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，钱取不出来。出租屋里不是还有200万的吗？应该够了吧？峰峰，我这次出来，可能就一文不名了。我下半辈子就得靠你养活了。做梦吧！你还是去当鸭吧。好啊，那我就为你当鸭，伺候你下半辈子。1000多岁的人了，身体也不知道行不行。峰峰，后天是我的生日，你一定要来看我。你还有生日呢？我为什么没有生日啊？每个人都有生日，我又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那你去年怎么没说过啊？去年的时候你根本不理我，我怎么说呀？我现在也没搭理你啊。那你不搭理我，你来看我干嘛呀？你那天想吃什么呀？你真的要来看我呀？真的呀？哎呀，我
我想吃。我们以前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去买豆浆油条，我就要吃豆浆油条。你记得12点之前一定要来看我。看我心情吧。你一定要来啊！你老太太呀，复读了一遍又一遍。你又没回答我一遍又一遍的。学坏了，会耍嘴皮子了。哎，峰峰，你一定要来看我，看心情。一定要来看我。哎呀，看心情。你一定要来看我，看心情。一定要来看我。